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分享事况发起来，我係阿明哥劉浩明。聽到時代進步以後，我哋嘅工業發展越來越進步。可是我哋以前用嘅東西，慢慢地變新咧，學過便利嘅放東西，其他起來。譬如講，我哋以前我用油脂炸嘅，但是而家嘅炸嘅貴強，好嘛貴便宜。可是冇人會用以前嘅油脂炸嘅。但是觀眾朋友，因為冇人會用油脂炸嘅東西以後，我發現到講，我哋傳統嘅技術慢慢地消失下嚟。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而且美濃做油脂炸嘅，而且17歲嘅時間都開始接下做油脂炸嘅，也可以衝太嘅業務。阿姨做20人嘅，然後李明雄李師傅，我哋今日落來談伊嘅故事。我哋馬上歡迎我哋李明雄李師傅落來現場。師傅你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來自美濃嘅李明雄，我跟美濃行嘅以做油炸嘅吼為本業，面上其實我按你問我因為我哋講其實我哋用係同樣嘅啦，吼，因為我做乜嚟開創係因為講，做我哋咧我因為我哋同樣，可是我哋咧成長背景我哋講，其實嗰時我哋民國差唔多60年嘅時間，台灣經濟好開始喺發展，可是其實我哋嗰時嘅算國民教育嘛，算幾普及嘅啦，吼，可是嗰時嘅所生意嘅讀書，讀係喺國中考高中考大學，算係一種讓我。生意呢行路一條線，好行路一條線。尤其係啲人咧客家嘅傳統地方，佢希望講生意去讀書。咁幾時節，都可以講17歲都開始學油炸嘅。我幾時節唔可以想到講團體朋友叫我去讀高中啊、讀大學啊，我選擇去接油炸嘅一件事情。做油炸嘅一個故事啊。行17歲也就差唔多高中畢業。高中畢業嘛，係啊。高中畢業也就冇升學，冇考太好，就係等作品，也就等作品。等作品差唔多有2個嘅時間。民國70年也冇作品，前頭路幾塊錢。也一般人講二畢啊，服役完畢啊，所以冇作品，差唔多佢冇前頭路啊，尤其上下地方。所以就一下落下要做油炸嘅。個因緣機會，就係開始學做油炸嘅啦。佢做喺評估嚟就繼續做。我想問一下吼，像你都考做油炸嘅，凡係可以聽人做，我哋講做人工喎，譬如講人家做純嘅東西啦，冇你講嗰種聽數一下，凡係可以聽人嚟聽數。假講喎，唔講攏做無門箱嘅，就無拿刀嘅，頂多就拿安尼整線安尼、連線安尼。嗰種等於講有個工作，萬些你都多多少少有接觸到。有接觸到，咁唔知個作品係因為其實我哋差唔多民國60年、70年，其實喺台灣經濟體咧開始起飛嘅時間啦，吼。可是嗰時間講工廠嘛缺人啊，加工廠嘛缺人啊，電子廠嘛缺人啊。可是對幾多嘅鄉下人來講嘅話，佢態度是嘅加工廠其實係一個幾大嘅上癮嘅一個很吸引人的這個地方。嗰時間這個我唔會想到講，問到你加工廠啊，去上班啊，安尼一個投入，然後繼續做下嘢咯。一個就個部隊方啊，你作品2年，個部隊方他家按樣講同袍啦，你講同袍，他家印象就講看到身上隔壁啊，因為安尼單位行嘅同性單位，附近咧，安尼就身邊嘅同袍，攏家大學畢業，冇做研究所畢業，所以就有想講吼，加退伍過來，來繼續讀書，也就退伍過來，有考試，冇考太好，因為係講能力考冇辦法考太好，因為也考太好，差唔多20人排，20幾啦，差唔多20人排，像佢考，就考那2專，考2專，有考到正修。夜間部嘅，因為讀夜間部20頭就請4頭做嘛，所以就想加冇碌卡就繼續做油炸，因為有想到係缺人，講加出陣爸爸媽媽講，加冇係想到係做炸，啱冇睇要讀書啊，就係嚟。咁你嘛算是一個幾好嘅來源呢，吼，真係走成都做碌卡4頭，啱不要都做，其實做工廠嘛，吼，做工廠去到高雄市做。最那開始起眼鏡，還要視察，佢如果下趴，一開始就有眼鏡可以起，對啊。咁你真係嘛係真
鬼人讲，这个鬼怪来啦，安尼算好来吧，吼，早晨我天数路卡，安边人去读书，咁因为你这个本地你看这个路卡本地都做杂系咪？对以前开始都做杂嘅。我唔係，爸爸媽媽我做雜啊，行嘅應該從安尼雜嘅嚇，雜嘅開始嚟講做到民國72年呀嚇。有一部電視叫做《星星知我心》，電視劇啊，《星星知我心》有比較好有帶動美濃，有帶動美濃，所以嗰度民國72年嗰度遊客來美濃標。就會買紙紮嘅，所以一下那開始一下做紙紮人冇多，所以一下安尼遊客入來，安尼紙紮需求量過太嘅時間，也做唔出來，紙紮工廠做唔出來，就揾他家，裝潢他家，有什麼來做帶過去做安尼，就像以前的家庭工廠樣嘅，爸爸媽媽就一下電機。就開始來接觸一個製造行業，都係唔係講人人都做製造嘅啦，迄個因為其實佢兩過太嘅時間，你本來都係家庭代工，乾脆都貿然的寫來做，最慢都變成這個嘛開始有這個的店面，這個去接這個種。哦，佢天視真的是星星知我心，天啊，就差唔多4-5-6年前咧。嘅影響地無係幾層嘅啦，而家影響嘛係啲幾大嘅。好，嗰時其實就你看到因為也要製造嘅生意開始變，就講製造生意變過大以後，你開始本來對啲家庭嘅推廣變成慢慢的這個有這個嘅店面。係錯。咁一般來講嘅話，像安尼講算加速地做嘅事情，一般來講嘛係最大來安尼講長子來接嘅吧。咁攞變成唔係咁咯。其實個個嘢嘛有做，亦係做起嘛有做。啊，像講都喺邊面業去甲投入嘅，就冇做要製造嘅。嗰時你變成講最尾睇路卡嘛有做製造嘅，都係一直做到點解？咁其實按樣講咯，人講伊啲行業吼有起有落啦，吼，譬如講伊可能迄個天時而起哄來，但是因為製造嘅樣嘅到後來係變成一啲人講。裝飾品，我哋講寬料的啦，以真是實際上嘅用途已經冇咁多嘅，嚇，因為尤其我哋講嗰種講過便宜的啦，過輕便的啦，嚇，過強的啦，嗰種炸出來以後，真正製造嘅一般人都冇得用啊。咁這裡講，唔講睇美濃地區來講嘅話，其實做炸嘅嗰種影響嘛，一下少幾多吧？係應該也可以講以安尼炸嘅產業製造產業來講，嚇。民國70年嚟講，星星知我心之前，安尼製造吼算按樣個低潮期，從民國按講民國38年，國民政府來台，光復以後，光復以前嚟講吼，安尼製造行嘅雨傘，就安尼炸日用品炸日常會用嘅炸，日常用品係38年過後，光復之後就開始發展輕工業，就有開始嚟做安尼用布雜嘅，用布雜有做之後呢，安尼製造就開始落寞嘅，所以一直落寞到安尼72年，星星知我心也好拉紅起來，一段時間安尼美濃嘅製造事務我有保留下來吼，我有保留，因為安尼講光復以前安尼做日用品嘛，日用品也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攏有人做雜哦，也5個地方攏有人做雜哦，啊，香港。沒落之後就他搞請偏投入來做，所以就早就冇做嘅。不過美濃因為講安尼做起加碼呀，安尼美濃人加碼也好，送兩支製造嘅做加裝，有製造嘅，就希望捱碼也好加出以後，婚姻圓圓滿滿，將來炸圓圓滿滿，貴哈多子多孫，早生貴子有製造嘛。所以就有一個家長的需求，佢安尼客家文化需求，所以以前可能比如美濃做雜一下日用品可能有3-4色咧，保留到後半面可能10個嘅，一直到民國70年星星知我心開始紅起來之後，有更多師傅又多轉來做，又有新的概念安尼。咁近間落幾多差唔多萬水度嘅？近差唔多存10個嘅師傅誒，就美濃增加了，存到10個嘅師傅誒。從頭到講，其實我哋睇輕工業，我哋講有嘅我哋一般嘅嗰種奶酪雜開始出現以前，其實我哋一般嘅油脂雜係我哋日常生活會用嘅東西嘛。但是停頓我哋講嘅奶酪雜開始出來以後，慢慢的油脂雜被我哋講被取代了哈。
佮创业部分的时间，都更加因为我的薪资我先开始又上来，然后又跌下来。这里讲其实，这个看到一条安尼起起落落，啊，中间都冇想讲，刚才係咪在行嘅作品咧？有其中啊有想来做过，有想来做过，啊，不过就一下吼慢行才一下又讲，甲唔喺冇做嘅慢人做咯。所以再来就讲，专业哈，专业因为一个念头哈，有出来一行嘅稀释空气呀嘅，一下像稀释空气呀，就像头先讲啦，专业嘛，冇简单。中年转业，嘛冇简单，不才有问题啊。所以又继续做好了。其實一個念頭，專業念頭啊，有200啦，100行嘅30公司一下嘅，一下搶一下沒有很啊，40人些一下，因為30人些一下自責生理還好，唔係講40人些一下自責生理真是唔好，就一直往下掉，跟落路下一下就會想到出路咩。一下就真是有動搖啦，咁好彩冇轉你，因為我講真係轉你也其實都冇呀。有減少。剛剛人都講嘅個先生嘅問題嗬，因為同節目差唔多，而且出嘅，咁唔可能同我講，這個40人時時你慢慢沒落嘅，咁簡單咯。跟嘛差唔多安尼，因為一個時代哦，可能就消費環境就變成安尼咧，所以自在哦，慢慢講較好。就維持到安尼。嗰啲我哋傳統嘅技術，因為睇下人冇睇有冇嗰個我哋社會風氣嘅關係，其實要慢慢嚟沒落嘅。但是有啲技術沒落以後，可能一陣嚴過來就幾難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有嗰度過程曬故事咯。歡迎過來，福起來！上那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李明祥李師傅同我哋講，而係樣啊，伊開始學做製造嘅。我想請問一下，其實我哋幾多嘅觀眾朋友包括我啦吼，其實我哋看到製造嘅時候，都已經變難嚟，可以講一樣嘅。我哋真係唔知講，到底伊啲製造嘅要做到好，伊差唔多可以多公司啊？安尼就做起來講吼，安尼做一期早愛4個師傅。4個師傅哦，4個師傅共同完成一個製嘅。一個師，安尼講4個師傅嚟講，一個師傅行咧做炸骨嘅。做炸骨嘅。第二個師傅行咧胚子。胚子就碟子啦。第三個師傅就雙油。第四個師傅如果做加工。建議講裝修啦。一般牙醫師就加工啦。要加工嚟講，行就講安尼然後騰皮啦，佢包穿線啦，包紮頭啊，要到細部嘅部分。西方咧，互不學習，做起來呢，唔做人，就一個步驟做好了。可是畫圖咪畫圖嘅咩？因為做起行嘅日用品做雜嘅冇畫圖。好，做塗油嘅係咪？係塗油嘅有塗油啊，雙油嘅有雙油嘅。嗰種個胚子同雙油嘅冇辦法夾衝下咯。就一下師傅訓練就安尼，我從安尼一下頭有講嘛，就大陸過來師傅，一下就4個師傅，就他甲做一行安尼。那你意思係咪講，其實當初我哋美濃嘅製造嘅算師傅係對中國過來啊？錯。你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睇有小記下講，當你美濃嘅開始做製造嘅有啲技術，係冇得講，有啲開始係對內來嘅，係同我哋廣東朋友睇有講一下。早嚟講嗬就。應該講民國11年以下嚟講，民國11年行喺日本時代，日本時代以後有出一個政策講老百姓做唔得做酒，做酒啊通唔得咧，美濃有2個人，一個頭家叫吳正先，一個就頭家搶咧，處理叫林阿貴，因2個人就過廈門做酒嘅生意，結果呢？生意做唔起來，差唔多年過啦，過來台灣一下嗬，也看到製造嘅，也看到製造一項產品，因為美濃一下嗬，跟民國11年、12年一下係冇製造一項產品，落去他個做生意，所以就像我家團對一個
炸啊帶過來面咯，應該唔係炒，就燜到喺把面，一個炸啊，從行嘅廣東潮州過來嘅，出產咧，一行就鸚哥牌，佢研究過伊個工廠，伊個工廠學做炸嘅，學嘅因為一般人做炸學做炸要3年嘅時間，然後學嘅人相關時間可能唔大，你就過一片有槍嘅西嘅師傅。師傅，因為台灣有講嘛，做炸嘅西嘅師傅嘛，有槍嘅西嘅師傅。毋過其中有咧較後生嘅師傅講，伊拉拖到食嘅，伊也食喺鄉下過來，所以有真心大家嘛講，咁就帶5個師傅過來面咯，過來面咯也做炸嘅，就一下就1924年民國13年，一下就開始奠基面咯做炸嘅安尼基礎嘅嘢安尼。佢這個事就是以這個歸來以後，如啷以這個一家嘛，以這個一家，後來如其他人如學生，還是講後來如這個有成立分公司用嘅咯。我就大概就開始做嘛，做的是因為搶當天人來做，一做一睇下又研做學有的學嘅人就講介意出來開安尼。好，即係如一開始睇個天數啦，天數填學生啦，學我都真係慢慢的出來，後來變成個人面農都幾多家，全部做自雜嘅。咁就當然我講其實有四個模區嘅公司嘛，嚇。咁種做炸骨嘅部分嘅話，因為更加冇4個師傅嘅吧？冇，全部一人扮演4個角色。嗰種裡面我都冇人講，咁種入去四個公司裡邊，第一做炸骨。從炸骨嘅話，一般嚟講，人哋見到炸骨全部係做嘅吧？係。咁種做嘅話，有特別一樣嘅做嘅冇？有，像安尼炸骨嚟講嚇，安尼炸骨嚟講，安尼孟宗族，今年講孟宗族就毛族，頭毛髮毛族，因為伊較有韌性，較唔會斷，所以安尼做炸骨咧，長骨、短骨用藥嘅，炸餅嘅就安尼較野記。炸餅就桂竹，廣西桂林的桂，桂花桂，桂竹，因為桂竹就較細記，較唔過較脆，適合做炸餅的，所以安尼做嘅就用了2種材料。可是你其實等於講，你做個哪路以後這個俗？係啊，做起安尼這個俗啊，全部這個俗，全部這個俗，安尼做頭骨來做頭骨來安尼會先煎，煎咧水皮包，水膠皮包，差唔多1陣嘢到2陣嘢之間。因為安尼做嘅有糖分，安尼做起泡水有作用，就講去除掉嘅糖分，拿放來因為有泡過水較好熟，較好熟，熟炸骨咧就長骨、短骨，熟好之後，一個熟之前安尼還有咧動作，安度刨牆，刨牆安尼做條嘅牆色咧嘛，綠色嘅牆色咧，而且啲綠皮就刨下來，安度刨牆，刨牆之後就熟炸骨咧，熟長骨，過熟短骨，短骨就安尼撐的，過再來就轉扛。好，係啊，我想講，你扛好，要不要穿線那個部分嘛？穿線要組合部分要穿扛，轉扛啦，要提得扛。拉好嘅之後要先收過，收咧太細幾兩片泡嘅差唔多，過再來就打炒骨。打炒骨，你看打炒骨就講長骨同短骨之間咧一個連接的地方。一個連接的地方嚟講，台灣同日本就冇相同嘅。日本咧行嘅夾片，日本咧行嘅短骨咧短骨咧夾到嚟，係夾到嚟。安尼唔係，安尼行嘅個長骨這邊削個凹槽，削個凹槽，個短骨咧穿一批，個頭都沒有轉扛個再穿線穿一輪，有個部分就炸過來就開始來組合，削好就組合，就炸頭嘅團傳過來，過短骨嘅團炸脫嚟，過再來就兩片組合起來，過就刀邊有按嘛，刀要按嘛，過就安尼填皮，填皮嘛有的師傅見做填皮，有的師傅佢留喺後邊做，就開始刀好，你就講重新組合啦，重新組合。你的骨架都完成了嘛？骨架完成，也就台灣嚟講炸骨的師傅，鐵的師傅做嘅，你做到也，好，你做到伊的骨架全部完全做好，你鐵的師傅做嘅，好，天的師傅做派皮，派子，個天的師傅做如派子，好，派子都疊上去係咪？我唔知疊上個
嗰道工序，哦，嗰道工序係咪？哦，我講係做八字總統是這麼滿意的師傅。在疊字之前哈，因為你砸過一幾咩？啊，我哋古天咧差唔多每兩幾之間咧。距離有嘛？比如差唔多，所以人就養仙。哦，養仙係。養仙比古天嚟，嚇養仙。天一師傅嘅工作哦，養仙天一師傅工作。係養仙，啊你養仙過就開始疊字。疊字疊好嘅嚇，就要疊匾字。匾咧轉來疊匾字，貼匾字疊匾字，疊匾字只要疊好嘅要整喏。啊你弄好啊，一弄好要整喏。哦，係整喏。係整喏，整喏誒就要數仔誒，數仔一幾數好了，直接就縫喏。縫到多一個鋪，所以就開始係天野師傅。好了，天野師傅做誒，好對，開始去把佢用線啊，好把佢米幾個間距地綁喺錯，然後都疊字，好疊匾字，好變到天野師傅做誒。好，咁第三個師傅呢？第三個師傅就雙油。雙油。啊，唔過近來講，哈有啲師傅就有一個公司揀起來就講發畫圖。因為早期冇畫圖，早期做安尼早來講哈。日用品也冇畫圖，素面的啦，恐怕嘅冇畫圖。啊，近來講裝飾藝術嘅啊，工藝品嘅研究有畫圖，民間就是研究有畫圖啊。貼線畫圖嘅畫個當雙油，佢一般來講係雙乜嘅油？雙油來講就桐油，雙桐油，桐油就按做起油嘛，油桐樹3億油桐樹油桐子提煉成生桐油。周邊嘅嘢地啦，如果插嘅可能講嘅安全 S 腰帶啊，叫做桐油啦。啊，像個磨槍用啊，一樣嘅煮鍋，啊煮鍋煮嚟變熟桐油，熟桐油然後上去，然後放水。像我哋雙油啊，雙一度稱啊。一般係雙200。雙200。係雙200。200早誒差唔多今年又再雙100呢。但你而家防水效果能夠好。咁雙油嘅花是，那雙面你咪帶下啊雙嘛？有。有雙。有啲你冇雙啦，啊唔過人哋嚇，人哋相同有雙。因為人哋來講，平時相同來講，以自雜做標準啦。就講係做雜相同可以拿出去做雜用。就真正唔係講，也唔係做嚟困擾用啊啦。就真正可以，真正撈伊嘅時間。我嘛可以拿出去，真的去帶伊嘅。那個項目一下吼，因為頭頭你講，因為今仔加嘅嗰種有啲工序都畫圖嘛吼，嗰時候變成講唔上面的字很用的字啊，因為畫圖發現有的話嗰種工廠嘅時嘅字，無論講工廠廠嘅字，伊這個冇辦法去 keep 嗰個優美的時間，嗰時候呢上面的字係什麼嘅字啊？哦，一個字的變化，你做起做雜一下嘅，做雜日用品一下，做雜一下哈，就安尼。就安尼講手工的面子，手工面子，手工面子就普利迄片做的，金馬上普利迄片做的，手工的面子，啊，因為伊冇畫圖，啊，到迄擺面來講，民間60年以前開始有畫圖的，啊，手工面子啊，伊也吸水性啊，較冇問題，較唔適合畫圖，所以也就慢慢採用講所謂的機器面子，機器做的，伊也纖維嘛個油啦，啊，吸水性較穩定，較好適合畫圖。佢係用一種很多宣紙，就近來講就有兩種，像有手工面紙嘅，嘛有機器做嘅，有兩種嘅。但是也唔講係講手工面紙，冇得機器做面紙，伊畫上圖以後，伊也要那個防水嘅效果同以前嘅差唔多咩？冇防水嘅效果嚟講，係取決於行嘅桐油，同紙裝冇麻嘅係冇麻煩嘅，像講桐油煮嘅桐油好嘛。雙嘅方式好嘛，安尼，好，咁你好嘛雙嘅油，包括同嘛雙嘅油，個最尾一步咯。最尾一步就講，安尼講加工嘅部分，像比如講，安尼較雜嘅地方啊，有陳皮，安尼講手握黃藤一把傘嘛哈，啊個有川芡，紅柏內芡，啊個爆炸頭嘅，也就也上就屬於加工嘅部分，觀眾朋友，睇下有這個有啲頭型腦在嘛？因為其實可能伊安尼講法來是幾簡單嘅一啲幾流暢嘅一啲過程裡邊，其實也中間包含了幾多嘅技術喺裡邊。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賣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氣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李師傅同我哋紹介用嚟做紙紮嘅啲公司吼。
我想问一下，就头都已经有讲，其实近家的人啊，吼，真正拿纸扎要去带伊个机器个社会。佮近家很用的人要开始去买啊，人讲个纸扎嘛。像按纸扎来讲，头都有讲到民国72年新兴自我先嘛，伊遐做伴手礼较多，到迄边来讲，安尼近个多扎的用途哦。像有安尼讲诶装置诶，看料诶，就布置传堂啦，传堂嘿，遐个多客家主题餐厅吼，如果伊个炒诶，又有民宿，近个多流行民宿嘛，有一个装置艺术诶，天天就是安尼讲舞蹈诶，跳舞诶，过来还有所谓的宗教诶，庙方用诶，像讲八卦啦、龙凤啦，一条。一条就无共样用途，经由加出来的一条用途。像安尼讲，安尼杂果上来讲啊，安尼做起安尼有讲到杂诶，做起来讲行诶，日用品诶杂诶，大叶杂诶，所以一下无图案。一下跟面容来讲啊，有两种，有两种，应该算3种啦，一体装行诶，就讲安尼原来一色成咖啡色咧，安尼讲茶色咧，伊就做杂用诶，天嘅就红色咧，红色咧杂嚟讲就安尼结婚用诶，T 上咧就五色咧，五色就係頭講咩方用诶，一3種，到民國62年以後，安尼美濃有咧老師，美術老師李登華老師，以國立藝專畢業之後，過來美濃服務。就開始改美濃雜貨畫圖誒，一下就開始嘗試第一擺改雜行畫圖，畫嚟效果不錯。唔過民國62年到民國72年有段時間算紙紮沒落期啊，所以就冇乜看太偏化。一下畫個圖就較簡單，像比如講一些竹葉啦、竹子啦，然後講荷花啦，然後一小撮梅花，安尼，一段時間。民國72年過後。就新興自我先的帶動之下，美濃開始有開個多誒，就一下來講哈，一下你就比較流行所謂的國畫，像安尼以前來講哈，民國72年一下我個魯省啊，看到嗰度賣油畫誒，伊畫個就山水圖啦，牡丹啊，梅花嘅嗰種派呢，早期嘅文言花啦，你講到畫嗰種文心蘭啦，冇得畫一類嘅梅花，嗰種文言花，後來真的變成那種桂花呢，你都睇到，這是路上都開始看得到誒。錯，就開始啊，吼，因為就民國70年嚟講到80年喎，民國80年過到民國90年，10年嚟講嘅話。要強調呢本土化，強調本土化，所以就有安尼像東門樓啦，金絲亭啦、洋樓啦，總政府啦，近講美濃湖啦，一條地景圖美濃嘅 T 恤畫下伊，民國90年只要民國90年有咧開始，有咧個客委會成立，VV 成立只要以推動嗰段嘅客家文化。安尼客家元素嘛出來嘅，像比如講有油桐花，產業油桐花，過又有客家花布，民國90年嘛，安尼民國94年以下就同客家花布做安尼紮，也就替代改變安尼紮材質，本來種紙嘅，近就民國94年就用客家花布雙葉，一個就客委會成立之後，過民國100年過後。就所謂的文創，強調呢文化創意、文創創新，所以一下就做嗰度不一樣咧，鏤空傘啊，就找骨扛啦一條就嗰度創意出來，所以安尼美濃製造就隨着時代的變遷啊，社會改變，安尼圖案嘛改變，最有一期就講安尼。民國80年以後有畫安尼所謂的鄉村圖，安尼就有畫個一期安尼美濃故事傘。你話你而家香港看到呀嘛哈？就喺嗰邊一期美濃故事傘，伊就講安尼美濃發展的歷史安尼啦，就簡單過咗。伊就講安尼早期來講美濃來安尼來台主攏來自陽湘嘛，大陸一片咧，嗰度咪就安尼來講陽湘來講就較較福建北部。無就講東部一條地方，所以安就畫個有安尼土咧，
有安尼元老，过有安尼威廉沃，过就有安尼有船的，伊船的就安尼讲渡海来台，就过海来台湾，因为坦白讲，早期过海来台湾行个一件怪梦想的事情，嗰度嗰度来唔上咧，有得讲北平啊，有得丰台啦，船的生态啦，所以来到台湾怪无简单。来到台湾之后，他有看到安尼东门的，就安尼大也东门的也意向也意向就表示讲安尼来台湾祖先来到闽南落脚生根，就给他闽南开张，就开始去抢下生了。然后东门的来讲，伊含有个历史，就讲伊咧安尼早期来讲，清朝年间有咧进士。就台湾客家人替咧考到进士诶，王祥云，嘿，操，伊就衣锦还乡嘛，我就经过一个东门的，伊就给东门的当国替咧大起闻名，因为有出进士诶嘛，有出进士表示也很闻名之乡，所以一出还有保留个样家诶，过就东门的隔壁就挖个行个盐寮，盐寮就代表安尼闽南做安尼农业的发展。就来讲，闽南来讲，好像烟草王国，台湾来讲1/4、2%的产量那个闽南，所以安尼就挖盐了。其实盐了对安尼闽南人来讲还有一个特殊的情感，就讲安尼闽南嗰度博士、硕士都靠盐了培养起来。盐了学方来啦，拢靠盐了学方来嘅。中研学博士啊。嘿，过有比包嗰度感情，因为训盐咧爱烧火，爱烧柴，要鼓柴，有摘盐咧有加工，嗰度安尼记忆啦，所以安尼就挖盐了。过主来讲系金丝田，安尼金丝田就讲安尼闽南人佢注重文风，佢注重教育，也个部分就安尼用金丝田来代表。再来就写上屋行个老师的一个创意构想，就讲一样个就讲。写上户表示讲我定居在这里了。一般来讲，比如讲按吹衣来讲，喺丽莎来讲，就上户带过来写嘛。我古来写上户就表示定居嗰样嘅。所以就卡啦。就当做一个闽南就按你定居嘅卡，故乡嘅。所以一个就简单一个美容故事神的。其实冇简单呢。等于讲，伊咧早尾地辈都把闽南嘅200-300年嘅一个发展的历史，包括也个产业，好也个一种起落嘅一种形态，全部都把佢睇下早嘅地辈。嗰时等于讲，今刚我哋对伊开始讲我哋早尾一开始係闽南日常嘅大义用嘅，慢慢嘅转变以后变成一般嘅纪念品、伴手礼。最尾你看，把伊的闽南也200-300年的故事、山野的故事、其他故事，把个睇伊啲杂地方。其实也要闽南的制造已经变成一个艺术品了呀。好，也等于迄个艺术品的形式，也已经对以迄个日常用品跳脱出来，变成一个艺术品的等级。佢像这个，讲变成你这个当初开始复杂的，好，因为讲一路伊的民生的用品。慢慢都一种伴手礼，变成一个艺术品。一中间这个咪精修几多东西，譬如画图啦、雕模看我材质，他们这个可以参考几多模看我做法啦，无论讲伊精修模看我一种技术的一种进步啊。一个知识就要去搞求进步。像比如讲咋发展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去搞想办法，像。安尼就会参考，像一般来讲啦，安尼讲有做杂的地方就日本，台湾，过泰国，过再来泰国清迈，也四个地方目前有，韩国伊做起有冇做诶，也四个地方，泰国嘅杂团呢，台湾嘅杂差别较大，也做起来讲也做工冇安优，日本杂就做工比安尼较优，所以我就有过去日本。就参考人的做法，人的做法来讲就讲求进步啦，就讲参考他人家的优点，来改进安尼的缺点安尼。地讲其实这个嘛有摕教育的教做制造嘛，当初我有要经验，无论讲有要俾人儿去上去教育的教的东西去做制造嘛。我以教育搞做造嘛，讲读到年份啦，就也来讲，
也强调讲一件一特色，第一金玉一个特色安尼，啊，就由师傅一教，啊，后来师傅也个师傅退下来嘅，啊，我从民间100年，应该100年就21啊，就教研做杂，因为一下来讲吼，金玉一片啊，伊讲李师傅，安尼吼金玉吼有人，伊讲无客人，啊有地方，所以讲吼麻烦吼，来一片吼教研，不然讲做制造吼一个较定性，不然心情较稳定。啊，过吼又可以，一个吼对人金玉皮包你会安尼帮助较大，因为人收容人吼，温天人就唔会有很多事情。对安尼美容制造来讲吼，嘛怪好，因为安尼跟美容制造产业吼，跟出现讲师傅的断层。幕后上也好，因为好一个技术来讲吼，一个旧，啊过前途又唔好，所以个度后上嘅幕去做一个，为了讲吼传承一个技术吼，所以我就答应金玉一片，就太了金玉一片吼，就比较搞做杂诶，就搞人从学杂过来就开始，所以人比较安尼讲师傅级咧吼，人的技术真是改好。就变成讲，把人的技术搞本来的使用人吼，真是海北嗰种，伊真是对人的有兴趣。伊嘛学会的技术的啦，伊海北出归来社会以后，嗰种伊真是有想讲，用做制造的来维生的话，其实嘛还可以的吼。嘛是可以啦，像讲近还冇一个例子啦。但是你至少你用人的技术避了一条路。嘿，再来就讲，我团美容的制造技术保存那个皮包，因为伊个研究创立不样的师傅教徒弟，伊个创人做饼用的学长传学弟呢，经教路下，多时间，比如讲30年，然后50年以后，安尼美容无人做杂的。不过有的学生讲，我想恢复以前美容做杂技术，他就可以给金玉皮包的团一套技术又在。把技术保留喺冇用嘅地方。错，一个好，另外不得已中的办法啦。对啊，真的都技术的传承啊，真的上轨道的方法，唔单止啊，这个留下来，同时教朋友嘛，还有一种把技术留下来的方法。你今日嗰感想等呢李师傅เรา想同人讲安度美容制造的故事。好，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朋友，大家又来美容拉来美容点亮了，好，谢谢。